南国民医师魏天为了推广客家料理，台中市这个市政府客委会呢邀请客家料理的专家传授功夫。有真个学生虽然讲不晓讲客话，伊也过也要做出经典的客家菜。 三肉、溜鱼、豆干、搁芹菜、蒜头、盐椒等等调味，用大鼎来炒。啊，煮的人是先讲杭州社会成员。客家炒展现客家人咸长内道精神，咸咸香香的滋味，白饭才会当推几啊嘴。客家料理有它的一些客家的特色，餐厅的话也就对这个客家料理的菜色都非常有喜欢。还有这项泡菜锅粿，用客家食材来做，无掺调味料，和滋味吃起来更清甜。我们就纯粹就是直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它炒香以后，一些那个卤包就这样子卤完成就好了。另外，还有上推荐的客家猪脚，和一般的卤猪脚的做法不同，还有客家红鸡用味道酱来调味，每一项料理拢像客家人生活样。希望透过课程的推广，或者美食食谱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